屬雞嘅朋友，2026年嘅財運就好似過山車咁上上落落，財來財去，守唔到財嘅。譬如如果你係做生意，明明有盈利嘅，但係因為暗破太歲嘅關係，導致咗好多嘢整爛咗，要維修，又或者要報銷。做投資帳表係獲利，但係又突然之間多咗一筆其他日常嘅雜費要開支要使喎。總之今年嘅財運咧，就因為破太歲嘅關係，會令到你好多零零散散嘅錢要使咗去啦。事業方面，今年有藏貴，有貴喺暗中幫助你啊，特別係做聲音相關嘅行業，包括音樂啦、傳媒啦、零售啦、中介甚至 call 車都係非常旺利嘅。愛情方面啊，因為有紅鸞星同太陰星嘅出現啊，所以你今年嘅桃花係超級旺嘅。特別農曆嘅2月同埋11月係你桃花最旺嘅時間啦。單身嘅朋友就要好好把握時機，未婚嘅朋友亦都可以選擇結婚去破解咗桃花嘅問題，而已婚嘅朋友可以選擇屋企擺放班彩攞嘅擺件啦，咁將桃花轉化為你嘅財運嘅，又或者咩都唔擺，體驗一下婚外情嘅激情都可以嘅。健康方面注意皮膚嘅問題。腎功能、三高同糖尿嘅情況，而且2026年火旺係容易誘發舊病噶，所以建議你都係唔好咩都擺入口食啦。